內地騙徒殺入公屋，專揀善良人落手，連老人都唔放過，已有376名長者中招。各位街坊大家好，我係可嘉媽媽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講一件發生喺香港各大公屋越嚟越恐怖嘅事。而家大批量內地過嚟嘅詐騙集團已經明目張膽潛入各大公屋，唔再係遠遠打電話咁簡單啦，直接混入大廈，專門鎖定啲心腸善良、獨居冇人陪伴嘅街坊長者落手。唔理你年紀幾大，只要係獨居老人、思想單純、心腸軟嘅朋友，都變成佢哋嘅目標。根據最新嘅統計，短短幾個月嘅時間，全港已經高達376名長者不幸墜入圈套，畢生積蓄、養老錢一鑊清袋。好多長者事後傷心難過，禍長唔起，後悔都嚟唔切。今日拆解呢班騙徒全套路、真實受害者嘅故事，講俾大家聽，教大家徹底遠離呢啲禍害。好多街坊都疑惑，公屋管理都算嚴格，騙徒點樣輕易進入樓層嘅呢？其實佢哋手段非常之多。第一種就係假扮裝修人工、水電維修師傅，話係上門檢測水喉、檢查電路，借機混入大廈。第二種，假扮房管工作人員、清潔人員，講免費幫住戶檢查單位設備，保安一般唔會多加阻攔嘅。仲有一啲更加狡猾，扮成送貨人員、探親人士，趁住人多出入嘅時候，跟住街坊直接走入電梯，輕輕鬆鬆去到各層住戶門口。佢哋事先已經摸清楚公屋入邊獨居長者嘅情況，邊一層老人多，邊一戶冇仔女同住，調查得一清二楚，專門揀啲容易上當嘅目標落手。首先，第一個最常見嘅騙局就係假冒仔女親友，玩猜猜我係誰，騙取保釋金。呢個騙局中招率係最高嘅，好多老人家都係曾經中過招。騙徒首先打個電話俾獨居長者，開口就扮老人家個仔或者個女，甚至係孫，話自己喺外邊惹上麻煩，同人發生咗衝突，捲入案件，而家俾內地警方扣留，急需一筆錢交保釋金先至可以放人。佢哋講嘢嗰陣會刻意模仿親人嘅語氣，仲會講一啲簡單嘅家庭瑣事，令老人家深信不疑。之後仲會督促老人家千祈唔好打電話核實，唔好通知屋企其他人，更加唔好報警，否則只會加重罪名。再同大家講一個真實案例。葵青區一位82歲獨居婆婆接電話，以為真係孫仔出事啦，即刻取咗多年嘅積蓄5萬幾蚊現金，親手交俾上門收錢嘅騙徒。等到後嚟先至聯繫上孫仔，先至知道覺得自己受咗大騙啦，當場就哭暈低啦。後嚟日日都唔開心，瞓落個床起唔到身啦。第二個套路就係上門免費安裝淨水器，借機高價強推產品。呢班騙徒結稅上門，自稱係水務處嘅工作人員，話而家推行惠民福利，免費幫啲街坊屋企檢查水質，免費安裝小型嘅淨水器。一開始就講完全唔使俾錢，老人家見有免費嘅福利，
自然就會開門放人入嚟。入到屋之後，佢哋就開始講各種嚇人嘅嘢，話屋企自來水雜質多，重金屬超標，長期飲呢仲會引起各種大病，嚇到老人家心慌。跟住就話免費機器質量差，推薦幾千蚊一套嘅高級淨水器，又講老人家當場付款購買。其實所有嘅淨水器只係幾百蚊嘅平價貨，根本唔值得呢個價。好多長者一時驚慌，輕輕鬆鬆就俾佢呃走幾千蚊，甚至上萬蚊。第三個惡劣嘅套路就係假扮醫務人員，推銷廉價嘅保健藥品。騙徒會自稱係公立嘅醫院、養生機構工作人員，專門上門關心啲獨居長者嘅身體狀況，仲會免費幫老人家量血壓、問身體情況。一睇到老人家有頭暈、手腳唔舒服、血壓高呢啲小毛病，就開始大肆渲染，講情況好嚴重，如果唔及時調理，好容易中風入院。之後就攞出一堆冇正規藥廠標籤嘅保健品，講呢啲藥係專門針對老人病痛嘅，效果非常之好，仲話優惠期即將結束，引誘老人家大手筆咁購買。呢啲所謂嘅特效藥，其實只係普通嘅維生素假扮製成嘅，唔單止冇任何嘅治病效果，亂食仲可能影響正常嘅身體健康添。第四個套路就係公屋內部假扮鄰居，借錢走數，絕對唔使還。好多騙徒長期潛入公屋入邊，日日同獨居長者拉家常，扮熱心鄰居，時不時又關心老人家嘅起居飲食，慢慢取得老人家嘅信任。等到關係拉近之後，就開始講屋企遇到急事，屋企人有病，急需周轉資金，向老人家開口借錢。老人家心腸軟，見對方平時為人熱心，大多數都會好心借錢幫手。一旦錢借出手，對方即刻消失，搬離屋企，更換電話，從此冇任何音訊。老人家嘅血汗錢就咁樣白白冇晒啦。講完咁多真實嘅騙局，相信各位街坊都已經清楚呢班騙徒嘅惡劣手段啦。其實絕大部分受騙嘅長者都係心腸太善良啦，單純以為人人都係好心幫忙，先至容易入圈套。今日鄭重咁提醒所有住喺公屋村入邊嘅長者同街坊，一定要記住守住呢個規則。第一，無論任何陌生人上門，無論對方講嘅咩身份，唔好隨便開門。第二，接到陌生來電，講係親人出事需要錢交保釋金，千祈唔好慌張，第一時間親自撥打親人電話核實清楚。第三，所有免費上門檢查、免費贈送禮品、免費檢查活動，通通都唔好輕易咁相信。第四，絕對唔好隨意將自己身份證、銀行卡、銀行密碼交俾陌生人。而家詐騙手法不斷咁升級，騙徒越嚟越懂得把握老人家嘅心理，專門利用啲長者孤單、心善良嘅老人落手。短短嘅時間，已經有376名長者受害啦。背後嘅376個家庭痛心與無奈，唔好覺得騙局離自己好遠，話唔定下一個目標就出現喺自己身邊啦。希望各位街坊可以將呢條片轉發俾更多屋企人睇，一齊提高防騙意識。
守住自己大半世賺返嚟嘅血汗養老錢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